为着要纪念二战胜利日，罗西亚总统普廷下令初八开始停火3天。不过乌克兰这边是要求应该要停火至少30天。另外，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讲，对目前俄乌战未衰局面真不满。副总统范斯嘛点名讲，罗西亚要求伤济，希望俄乌双方会当好好来谈判，促进和平。伫咧二战胜利纪念日即天，俄罗斯总统普廷会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。今年起，莫斯科的领导人甲战争拢是西方的国家较侪，无啥共款。今年参加有古巴、蒙古、塞尔维亚总统，一个斯洛伐克、印度总理。配合纪念活动，普廷下令甲乌克兰自初八开始停火3天。不过乌克兰补贴讲无同意这项停火，并且批评是政治作秀。І абсолютн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, що російське небо агресора сьогодні дзеркально, теж неспокійно. Україна і наша пропозиція припинити удари, припинити вогонь. 乌克兰连续3天发动无人机的攻击，目标是莫斯科主要机场，造成5个家机场关起来。俄罗斯尾也对乌克兰发射飞弹甲无人机，基辅地区传出死伤。扎波罗热要建筑物被炸损害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由俄罗斯的战机护航，随即到俄罗斯进行4天的访问行程，将会参加红场所举行的阅兵式。大家也特别注意伊，甲美加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见面。习近平也发书面声明，讲中国甲俄罗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甲强权政治，未做到真正的多边主义。俄战争停火协议一直拢无进展，互伫咧竞选时阵讲会伫24点之久内要结束战争的美国总统川普忍袂住啊，讲对即摆局面真无满意。We are getting to a point where some decisions are going to have to be made. I'm not happy about it. I'm not happy about it. So I wouldn't say that the Russians are uninterested in bringing this thing to a resolution. What I would say is right now, the Russians are asking for a certain set of requirements, a certain set of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end the conflict. We think they're asking for too much. 俄战争已经拍超过3年，美国副总统范斯伫参加一场伫咧华府举行的会议时阵，除了指责俄罗斯要求伤侪让步，也希望俄乌双方会当坐来对话。伊讲，若是俄乌之间无一寡直接的谈判，美国可能无法度完全调解这个问题。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。